对，好，请。小子呀，不知进来周小倩，49岁啊，那你的婚事呢？是四大军的腾云。哦，远空发着家，还没有什么啊。那今日与老大爷应该路上把你的名字都忘记了。因我可能你还是到五台山吃不回生，算了。哎呀，休得取笑，请。小姐啊，话虽如此，我不但让一球，你都记录起。好，静儿去拿来。是。不知这兄细听何巧？我得知道，数不尽条，细听真理。哎呀，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对你太轻了。秋战烈焰，夸夸赶来。周大爷，就叫我家相公拿一球招穷出杀，可好？好。好比你文公子，文字高山有水，弹得好，弹得妙，真是妙极了，妙极了。哎呀，谢吹啊，是谢吹。我也吃烟了，我的好喝茶。小子，你快点呀！小子呀，你倒是与我听听可？第七者鸟儿。
有人是长，你不管当初的事，只有难一个地方，谁有的？好，谁有的就谁有的。老总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给马儿接来。小子呀，要是不生出来，你便这样。莫比老总有意当头啊！如果小小懂道，助心助心，你要读什么？文明的不良，死了可不能啦！情愿结账，结账就结账。老总，谁又在上去？小子呀，趁早为好，动刀剑。哪有你这样的君子？不与你见官去。妈，相公养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娃子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位姑娘说得有理，说得有理。好吧，就放了他吧。我们快登去。想死谁来，绝不轻饶。是出有余，岂能再亡？多谢这位大姐。哎呀，不必客气，相是快乐，可不能是此路嘛。小姐怎么还不来呀？我早就来了，只怪你人不成我嘞。莫非他就是？人说之间引以为信，不可鲁莽，去家下心他还没有人车，待我击杀前去。这大事生在将来，他是小贼加班。不对，若是小贼加班，引人应当，怎能出得全家？不可鲁莽，留人眼儿。他还没有人车，待我再击杀前去。你这位大姐好不失礼。我娘到哪里，你姐到哪里，这究竟是无道理呀？咦，谁有来？乃是宫中之礼，难道你能快得我家不能？好，你看，今夜上午竹子山倒霉。竹子山，哦，你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竹子山竹大爷呀！哎呀，小女子真是遇难不是他山，失亲啊是失亲。奇怪，你这位姑娘是？竹大爷啊！小女子家是青头发，想个对家里对着路家。
心下闹出事嘞。周大爷，怎么不见你最相公同嘞？这看就来啊，徐大姐啊，你是让进出他家，可看见最相公扮过美女啊？哦，你是周相公难断衣装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啊。哎呀，徐大姐呀，与你认识了吧？看一场，要当你真情伤，最我安静不别当，肯定大姐来吧。就相公来与不来？哦，我看你们城外这他很厉害呀！就相公来了啊，在哪里？他在北京，我在北京。他上了台阶，哦，上了台阶。哎，怪什么雨啊？他正靠近你的身边。哎，怪什么雨啊？老周，小女就在这里呀！小弟呀，你这个最美人呀，真是当之无愧。哎，老周，万把下风，万把下风。老周，这都到你死了。这大爷抢了为主，是抢！
为了姑娘，放了他们，追来他们，放了，放了，去。姑娘，你姓什么？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？我姓许。许什么啊？许大。这声音好似流浪文音。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青娥坊。为我一人前来关灯。我那表兄懂嘞。你那表兄呢？他快灯失踪了。啊，姑娘不必担心，我乃兵部常侍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城里哪个不知谁人不晓？姑娘在我为父，明日他人送你回去。我不去。来呀，也抱着姑娘回府。王表掌灯。美人儿啦，你为什么见我比儿原子啊？我怕你。怕我什么？我不是与你一样，与爱情与不对于子与什么苦怕了？人家都说你是老夫是要吃人的呀。哎呦，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就是这种一块钱最可怕。哎呦，此话有些厉害，忍一下，忍一下。民间女子老吹牛，大爷比
风飘哎，真是把他找进死不知毛去了。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毛，吃的是高头，换的是黄标，也是你个口才不语个徐思绪，今生交上了好运到啊！女娃，你就快讲。是。去怕人。王家四大门的高，不怕区高跟那风。他把银子找上门，送他结官去入瓦楼。更干半字口，一个脸就苍啷对上头。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永无离手。从此你跳出地狱登天堂哎，我一把头咚咚咚咚咚咚
哦哟，我在湖里，你在死里，你与我你就快讲。
成，情更是不得了，情那是头昏眼花，手接穿进各道赛招，要命送药。大爹，至于什么厉害？是有些怕人。那么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要得明早。那么今夜先送我回去。个明早，明早他回家来迎娶我啊。今夜你先到公司房内接受一宿苦头。我一个人害怕。哦哟，无茶呀，外面陪你呀。明天我就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让他们来陪？对，今夜你到我妹妹房中接受一宿苦后。苦后，你妹妹啊？哎，我妹妹王秀英啊。他妹妹秀英上了桥，好子才女才不孝。那一年不曾经托人来祝福妹，那王老母她从中把婚事来祝娘，想不到天下是今有这么巧，今晚下梦在今宵。姑娘苦后。那有些不便。哦哟，明早你们就是过少了，有什么不便啊？是啊，这明天就是过少了呀。不少了。王彪张灯带路，将徐大姑娘送进小姐的闺房去。
欲把两家妇女抢来，要欲哭成欲将，为吾要相互枷锁。妹妹嫂子弟媳，定然不一定，让我来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呀！
有谁知沙土里面我进，修一片真经来，不知道前去什么命。世事不苦，开茅塞，万须望别，是真恩情。哎，谁？师傅，姑娘，你怎么还没有安在？我怕。你怕什么？哎呀，我手里的宝石不少，凡事让我回去吧。哎，姑娘，此一夜事儿，你怎能去得？这反正我也心局多年，不想安在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这岂不打扰了小姐？我本是轻松。谢小姐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呀，这缘不缘情不情啊，彼此一月三里。情我花开对不对？早把叫做雄心啊！我家许大年18，紫金上面开婚姻。小不成墙少里，十万不怕难为情。哎，
有名人家，有名人家倒是万有一家。哪一家？你快说呀！美主有好人家，家内才是真人品。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来
是相公之意。小弟你若真心相爱，哪里就该啊？他人再见，诉衷心。你千万不能与为人舍弃。哎呀，随口之笔就不话说。娘，你
请问王兄，府上瓜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小弟他喜。哦，原来是王兄吉吉，恭喜恭喜！但不知是哪家千金？周兄问的是哪家千金么？小
不得，相为强姑毒杀女人，丧礼囊出。这便是何时好？等我先去问顾明吧。这兄啊，那老强的是什么人？是我眼里最文明，最文明，他是乱子大款，老夫儿你分破去，只待他脚上搬得香啊，若今空亏上了命啊，命他话总是有意，做比武昨夜抢的最文明。既然老夫为晋王府大人，小弟告辞。这兄，去马。哎，何事啊？这兄，请走，走。这兄，昨夜追文兵顾正乔装美女前去款待，不错啊。你等何时谁有那天重山？是啊。哎呀，错了，我妹妹这样。为什么？莫非这样王兄把追文兵抢进你妹妹房中去了？哎，小姐呀，你真是引我大不了，叫你告辞。师兄，顾大爷，做这事做事大爷，
谢谢少人做生意当嘞。如果请手走。大爷请手。哦。哎呦！神经拿出来，分明是个段子。妹妹，他此事不能对妹妹说啥。姑姑，你说话一无吞吞吐吐。哎，妹妹，你知道她是何人？对不对的徐大姑娘啊？哦，对不对的徐大姑娘。咦，是你自己从塔上楼来的，怎么反而背起我来了呢？幸亏妹妹上力发觉，让我带她下楼去吧。来，带我下楼去。慢，姑姑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多留她几天。啊，留下去啊，那我留等。这，带我下楼去。既是此，小三就告辞了。昨夜查到丈夫私藏不爱，把请家人之治病，把请原谅。这，下来去。别，姑姑，你好。
为了何事大喊大叫？林老夫人大无话就走，大红花轿，前夫你上道，是谁叫来的？是的，你家大爷认你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快去请来！老夫人，这边老夫人，我是做慈善来了。我中听过刘儿领导，他们来做什么？令大爷大喜的来拜哦。是谁？他的帖子不知道，做到客厅奉茶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为了我是老夫人，都是三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有请做大爷，哎，做大爷，做大爷，做大爷，是你，哎，老夫人，做大爷，这正门不开，他不进来，开正门。是，打开正门。为了这门还不见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次山他还不肯进来，身后出了身家，正是最初成家。他说王夫自私改，这边走出人家，为不见老夫人才想你，好也不做慈善，好，就让老身亲自向你。是老夫人亲自出言。洪大人在上，请在小人一礼。不管不管，哎呀，洪大人真是教子有方，有道是好道出好名，好母生好子，真是不悲。他这话比我估计刀还厉害。这颜色青红，谢从。就让叶子大人今日一见，不过虚传啊！奇怪奇怪，府上瓜灯结彩，莫非是本大人随担之计？他早知此事，分明是刁难。这颜色，你读书读得多，了日写人苦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。哦，哦，是一个大大旗子，那不是琳琅曲曲，便是凌乱于会。这都是弄出来的笑话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？是啊，我来请这颜色夫妇挽回大事，弥补不出呀。弥补着，弥而不之。哎，要是自己不会补，哎，就裁缝来一补也就算了，何必要不能大叫？哎，把小人带来。哎呀，这真是老鹰捉小鸡，一个绿绿一个湿。这颜色，本大人与后见教。这颜色。后人就是把
女，大概就已经到客厅奉茶，准备把一个大喜人喜宴，都到客厅奉茶，万一沈大人、史大人进不得手来了，都到客厅奉茶，快去是。穆大人，这美外为主，怎么可到现来了？哦，原来这其中必有缘故。这燕子，你快来老身份上去帮忙一次。哼！王老不相信。让我当面见过王老虎，是你该请言的教诲，这是他啊？难道铁炮兄也被人抢去了？错事，还不去见过这言人？左兄，错生，你的家子倒不小啊！天宝兄啊，抢这个都有哎，怎么断了这许多？天宝兄啊，你这只老虎要被围找到了！不要，不要！
小牛棍子常必成仙。伯母大人吩咐，小人也只好照办。只怕这种病他不肯答应，何况他人也不见，无此寻找。哦，神在我腹中啊！你别口虑，哪是口虑？天宝母亲，快与这公子更衣，请来接我。是，快去。小姐呀，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就勉为其难了。此次古今不是聪明，岳母大人在场，是小许一杯。离开谢姑做颜色大美。哦，真的美人啊！那会是女宝兄。大爷，这，哎呀，忘记了。话说小道理就已经一切起来，等人反我，这些关系好起来。伯母大人不必为难，护教是我的客人是我的亲，这事只能与我随堂。总之三，做颜色，身边颜色十八。天宝兄啊，你好事做到底，送了去。你把这封纸到里面更完一塞，告诉你妹妹即刻拜堂。出声，还不速速照牌。是。伯母大人，这副菜已经让我来煮吧。身边做颜色，忘掉，儿子下去，你去生个影啊，不要幸福啊！奴才，还不速速照牌。老夫人，女大事大事不好啊！什么事啊？我只想把笨蛋踢出去了啊！